Lisa TV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这是钢琴。我今天呢要来教大家简单用钢琴伴奏自弹自唱的方法。自从我上次发布了那个用乐器 cover 的妮妮之后呢，超级多人都来找我求谱的，尤其是很多人都来找我要钢琴的谱。不过虽然我影片里面呢有弹钢琴，但是呢我并没有写出钢琴的谱，我只有写出主旋律的单行谱而已。我钢琴呢只是弹出一些和弦伴奏而已。好，其实我钢琴也没有说弹得很好，太难的东西呢我也弹不出来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要来教大家几个简单的方法，来自己伴奏自弹自唱。哇，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只要知道呢每一个调里面呢它的7个和弦跟它们在钢琴上面的位置都是在哪里就可以了。我拿最简单大家最熟悉的 C 大调来举个例子。C 大调里面的7个和弦呢，它分别是 C 和弦、哆咪嗦、D 麦和弦、瑞发拉、E 麦和弦、咪嗦西、F 和弦、法拉哆、G 和弦、嗦西瑞、A 麦和弦、拉哆咪，跟 B 麦和弦、西瑞发。好，那请大家记住这7个和弦，会这7个和弦呢，基本上就可以自己来自弹自唱了。好，那我们练会这7个和弦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上网找一些有和弦的谱，网络上超级多的，很多都是吉他谱。我们可以用这些吉他谱的和弦，加上我们刚刚学的这7个和弦，就可以把一首曲子弹出来了。好，因为有很多人呢都来找我要妮妮的钢琴谱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就要来用妮妮来做个示范。我们在弹一首曲子的时候呢，其实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和声进行来弹，但这一次的妮妮呢，我要用一个超级简单的和声进行来弹，那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卡农和声进行。那卡农的和声进行呢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我们弹卡农和声进行的时候呢，左手呢其实就只要从它的第一个音开始往下爬就可以了。在这边呢，看你是要弹一个音还是弹双音都可以。我在这边呢弹双音，像这样。那右手呢，其实也是从上面往下爬，但它是有规律的。像第一个和弦呢，它是哆咪嗦，在钢琴上面就是隔一格空一格，像这样。那第二个和弦是嗦西瑞，那我们最上面那个小拇指呢，它的收就不要动，然后我们把上面2个手指头呢往下移，这样就是收和弦。第3个和弦呢，它是拉哆咪，那我们就直接往下面移，隔一格空一格，拉哆咪。那第4个和弦呢，它是咪和弦。就跟第2个和弦一样，上面的那个 hold 住，下面的那2个呢往下面一格，这样以此类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卡农和声进行呢套入到妮妮里面去，来自弹自唱试试看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那我节奏呢就用这样子，嘣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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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你可以公主病，可以闹脾气，只要你爱笑的眼睛，你一见就钟情，说不出原因，感觉那么熟悉，原来就注定。好，那如果你觉得 C 大调呢，它太高还是太低，你唱不了的话呢，那就转 key。那我们现在就用升一个全音，用 D 大调来试试看。那 D 大调呢，它有2个声套，一个是发，还有一个是哆。那就是我们看到发跟哆的时候呢，就要按那个升号就对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你可以公主病，可以闹脾气，只
好，那大家学会了吗？把这个和声进行练好之后呢，就可以拿来骗很多人咯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可以帮我按一个赞，然后帮我分享出去给想要学钢琴和弦的朋友们。那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一下订阅哦。另外呢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粉丝团呢跟 Instagram， 我会在里面更新一些频道信息啊，还有 Lisa 的一些日常的生活。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 follow 一下哦。那另外呢，这两边呢是 Lisa 其他的影片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点进去看看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吧，拜拜。